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甲美国的对等关系最后一里路完成了。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初十率团到美国，伫台湾时间的早起，甲美国来签署对等贸易协定，确定关税就是15%，无搁塌起哩，以及232条款，咱有最惠国的待遇。另外，咱嘛成功争取到2072项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免关税。 也就是讲，出口到美国平均的关税降到12.33%。台北的官员摆一摆面对镜头欢喜来翕相，因为双方已经正式完成对等贸易协定的签署，确定美国对台湾进口商品征收15%的关税，无国家。 这个关税协定的签署对台美双方拢真重要。美方派出美国贸易代表 Greer 带头的谈判团队，包括美国商务部长 Lutnick、甲 AIT 华盛顿总部执行理事那英。那台湾是派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、行政院政务委员杨定年，各驻美代表处的大使如代雷。我们已经成功争取大幅调降对等关税以及232关税最优惠的待遇。那同时， 我们也争取了2072项输美产品豁免对等关税，是美国逆差国家当中最优惠的待遇。除了对等关税加232上好的待遇，加上2072项产品免税，实际平均关税降到12.33%，甲英国相比是差真济。261项农产品输入美国，包括兰花、茶米、咖啡等等，对等关税降到0%。光顾机机械甲纺织等工业产品用新税率了后，佫较有出口竞争的优势。 台湾对美国的条件谈判嘛有坚持，27项台湾主要农产品，美国进口是无降税，外口进口的农产品是降税来降成本。上届受关注的汽车是降到零关税，不过中小型的汽车是维持关税。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台湾为和美国签署 FTA 所造成的贸易劣势，也为我们的农业以及传统产业进军美国市场带来潜力可观的商机。 但美方完成行政程序，用联邦公布的方式，写明对台对等关税购232关税优待，到时就会正式生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